呢份施政報告我都再次強調，都係繼續係展示咗特區政府對旅遊業發展嘅重視，咁亦都吸納咗唔少業界嘅意見。咁亦都睇到羅局長咧，即係喺呢個推動文體旅融合呢方面啊，同埋開拓新客源呢方面嘅工作咧，都係逐漸見到成效啦。不過我就有一點咧，就想提一提嘅，就係話喺開拓新客源嗰度嚟講咧，大家知道我哋都好努力去開拓中東同埋東盟市場啦，亦都係希望打造香港作為一個高端首選旅遊目的地。咁遊艇旅遊又好，或者我哋再加強郵輪旅遊又好，其實呢啲都係有助吸引高端旅客嘅。包括我哋會展旅遊呢方面都係非常之重視政府而家。咁問題就係話嗱，我見到咧而家咧，其實我哋好努力去開拓新嘅客源。咁我哋嘅機場三跑咧就已經係已經係啟用咗啦。咁其實我哋一致力緊咧嗱。當然呢個係牽涉到一個跨局嘅一個問題嚟嘅。其實而家運輸物流局咧 TLB 嗰邊咧，都好希望能夠加快個航空樞紐嘅嗰個恢復啦，吸引多啲航班，多啲人嚟用香港機場。咁其實我一路都認為咧，香港國際機場咧嗰個轉機客、過境客嗰度咧，我哋係可以能夠推動多啲聯乘嘅效應合作，去能夠將一啲嘅過境客可以能夠變成入境客。或者就算佢唔過夜都好，都喺香港可以能夠有多啲消費、多啲體驗先至飛。咁呢個今次喺施政報告裏邊我就未見到有好多個着墨。咁我想了解下咧，局方其實會唔會都響嚟緊都會同旅發局或者同埋TLB 下邊嘅機管局可以能夠一齊去推動點樣去形成一種合力，去共同去連埋我哋啲景點啊、酒店啊。我哋不同嘅交通啊、旅行代理商啊，可以能夠推出一啲嘅聯乘嘅產品，或者政府出雞好，業界出豉油好，或者我哋出豉油，政府出雞都好。我諗呢個係一齊諗下點樣可以能夠將呢啲過境客係變成入境客。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會係事半就功倍嘅一個工作嚟嘅。咁呢度唔知局方有冇呢方面嘅考慮？多謝主席。局長係多謝主席，多謝阿姚議員呢個問題。點解施政報告裡面冇提特別轉機客嘅聯乘咧？就唔等於冇做嘅。其實咧轉機客聯乘咧，議員可能都會知道，香港機管局咧其實佢都好鋭意咧喺疫情之後成為翻區內啦，以至世界咧嘅航空樞紐嘅。咁因此咧，我哋嘅轉機客咧，的確係非常之多。咁我哋其實一路咧都係講緊轉機嘅客人咧，佢可能喺香港如果有幾個鐘頭嘅話咧，就近可以去旅遊。咁所以咧，迪士尼同埋昂坪360咧係做好多呢一方面嘅聯乘嘅工作。咁而如果個旅客有多少少嘅時間，當然佢可以去得更加遠嘅地方。至於話我哋可唔可以將過境客吸引佢成為過夜客咧，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做緊嘅好多嘅盛事啦，或者係演唱會啦，又或者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活動啦，咁樣都係希望可以咁做。其實唔淨止係機場嘅旅客添，譬如我哋去年嘅美酒佳餚巡禮咧，其實就同喺啟德郵輪碼頭停泊嘅呢啲郵輪咧，係去有一個聯乘，就帶我哋啲旅客咧去到我哋中環嘅海濱去參與美酒佳餚巡禮。咁呢一方面咧，其實我哋亦都旅發局咧係絕對可以加強咧向過境旅客去宣傳，我哋係有呢一樣嘅活動去進行緊。如果佢哋有時間嘅，當然可以出一出機場嚟到我哋中環海濱，其實好快30分鐘嘅機鐵就已經到啦。或者係咧，甚至可以再留多一啲嘅日子。咁呢個咧，亦都喺我哋嘅旅發局而家喺唔同嘅用科技嗰方面咧，都係有一啲嘅新嘅資訊提供。譬如話，我哋而家嘅所謂盛事嘅年表或者係盛事活動一覽表咧，已經係未來12個月我哋有啲咩嘅事情咧，都可以係好容易揾得到。咁另外咧，亦都如果
係要排隊嘅話，會唔會排得耐呢？大時大節亦都推出咗新嘅措施、新嘅資訊，咁所以呢啲都應該幫助得到。至於旅遊業界方面呢，我非常之鼓勵呢 TIC 旅遊業議會呢，可以同機管局嗰方面呢去傾一傾，具體地如果特別係團客嗰方面又有冇啲咩嘢可以做到，又或者呢係我哋專門做香港本地嘅接待嘅地接社呢，其實可唔可以有更加多嘅選擇？多謝主席。好啊。